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民进党是要推出偌清的国民党咧。孙文学校的校长张亚中再去宣布，要来争取国民党提名出来选总统。另外，包括朱立伦、赵少康、侯友宜、郭台铭，嘛拢互点名，有可能会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。所以，这个初选的制度就真重要了。也毋过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，伊今仔日话讲总统的初选，伊讲因目前的重点都是3月初4南投立委的补选。 我争取的是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，但我要代表的将不是那个从李登辉以降已经失去理念、灵魂与方向的国民党。情绪激动，充满正气发表参选宣言。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宣布参加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选举，立刻解密追查蔡英文的论文，另外编列打轨基金至少。 100亿元新台币。张亚中满腹的热情，佮讲侯友宜落跑唔是问题，嘛点名哪管会当和瓜问题合作。啊，来看党主席朱立伦态度共款，看是未着急。国民党一定是走对的路，提对的人，最后团结一致才能胜选。来看哪管可能出阵的人选，除了最近直副选的朱立伦，含早就伫咧2022年国民选的赵少康，佮有声势真悬的新北市长侯友宜。 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把拢红点名，有机会让代表拿军出战。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，愿意为中华民国、为国为民努力的做事。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正向、值得肯定的。对比民进党2024家母已经超好一尊，国民党同款意见真多。胜选了后，大人拢有理想，啊免怎好好超国家大事，党主席宁可保守，嘛无愿意出差错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